来看新竹科航园区管理局按什么伫龙潭园区的东边建设基地，面积大约是158公顷，也毋过哦，私人的土地有将近9成。今仔末办头一场的公听会，现场民众是真不满哦。管理局是强调讲，未来会由政府出面进行一半定收，政府一定会甲民众豆豆啊沟通。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按算伫龙潭园区东边扩建基地，面积有甲158.59公顷，其中私人土地占869件，有甲87.61%。日内举行头一场的公听会，面对家己生活的所在爱去互征收，现场的居民是真生气。政府为了特定的企业，然后要扩厂，那我们就必须被迫离开我们生活的土地，因为那土地都是有情感。我要发展2奈米底下的半导体，我需要土地，就这么一句话，他就要征收139公顷，他就要破签3800人，他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土地征收，他基本上他是政府公然的掠夺。台湾基础正义关怀联盟甲自救会嘛批评讲，竹科管理局用简单的文件，完全无讲到合法性、公义性、必要性、比例性，最后公布2种的手段等5个条件，直接跳去补偿甲安置，这是独裁时代的做法。竹科管理局回应讲，2科3期由政府出面做一半的定收，主要是因应产业发展的需求。我们国家为了维持在国际上半导体的一个竞争优势，那很多半导体产业呢，必须要往更先进的制程走。那以产业群聚的效益来说，所以我们呢选择在龙科3期呢继续扩建。竹科管理局表示，政府未伫民众无愿意的情形之下，甲因的土地占去，未来嘛持续沟通。嘛有讲到新竹科学园区为新竹保1、保2甲2科3期，希望达成促进地方发展甲地主的权益、产业竞争力甲国家竞争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